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改善台南停车位不足的问题，向中央来争取增赞的经费，建造南区西门健康的立体停车场。市长会替伫咧30号的上午嘛亲自到现场视察，并感谢施工的单位会当伫第一时间内面如期如期的完工。现在我们盖4层楼，1层楼有400多平，9300万。所以说幸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动工了，要不然如果再晚一点，到今年再动工，绝对不是这个价。所以当然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停车场在当初盖的时候，也碰到了一些有不同的意见，那我们都是努力去跟他说服，努力去跟他沟通了这也是公共工程碰到的状况。那有4700万议会支持，那我们才能够动资，才能够开工那能够让这个停车场顺利完工，即将在6月，就是像7月底来为我们市民朋友们来服务那希望能够早一点的话，尽量早一点。停车场位伫咧南区西门路、有健康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边，这附近的人潮较济。这摆台南市增赞计划中第一座立体停车场，拢总用了有9300万的经费，会当伫未来提供102个汽车的停车格，佮有40个机车的停车格，希望会当疏解民众停车空间的问题，让民众更方便。咱共同需要的停车场，咱知影讲，要成为这停车场的过程，足侪朋友拢知影，非常艰难，当着真大压力，有时阵想要甲放弃。嘛为着咱所有咱乡亲的需要，所以我坚持一定要甲拍拼落去。所以嘛加在当时的咱的即摆的罗副总统，就是咱的过去的罗市长，一直到准现伫中央来甲我塞这地，到咱地方的议员来甲咱全部支持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代志，尤其上重要，到咱的黄伟哲黄市长的手内。伊安尼大刀阔斧，用尽所有的气力，甲这块地真做无可能变做完成的任务。我想，伫这个所在，之所以一定要借这个机会，甲咱所有咱的姐姐咱的市长、议员立委，甲大家说多谢，感谢你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